Hello，大家好啊！咁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溝咋？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呢套28年後人骨聖殿嘅觀後感啊！咁故事咧就承接住上一集啦。上集嘅主角 Spike 咧喺經歷完母親死亡後咧就離家出走啊。咁途中咧就遇上由 Jimmy 帶領嘅暴力黨羽啦。咁而今次嘅旅程咧就係隨住呢一班 Jimmy 黨咧而展開噶啦。咁我相信咧，如果你經歷完上一集咧都仲入場去睇今集嘅話咧，就已經有晒心理準備咧。今集係會講主角啦同埋白卡黨為主噶啦，而唔係講嬲嬲病毒啦或者喪屍危機嘅。甚至可以話咧，28年後呢個新篇章咧講嘅咧已經唔係嬲嬲病毒啦或者生存危機啊，而係人類喺失去秩序文明之後所引發嘅一啲後果。咁而今集咧亦都冇令大家失望噶，主軸咧的確係放咗落呢個 Jimmy 帶領嘅白卡黨身上邊嘅。甚至今集嘅戲名咧改做白卡聖殿咧都毫無違和感噶。而除咗呢班白卡之外咧，另一條主線咧就延續翻上一集 Rain 5醫生嗰條線嘅，寫佢點樣一步步同 Alpha 獅王咧建立呢個迷幻嘅康復旅程啊。咁繼續講落去之前咧，就介紹下 channel 先啦。咁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噶。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啊。咁所以如果你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咧，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噶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啦，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咧推廣出去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今集嘅導演咧就唔再係 Danny Boyle 啦，而係一個叫 Nia 嘅新導演啊。咁所以喺敘事風格上咧都唔同咗嘅。今集嘅敘事風格咧係比較統一嘅，基本上咧只有兩條線嘅啫，就係白卡黨啦同埋醫生嘅。咁啊令到古仔咧相對上集中啦，亦都冇上集下半段咁樣突然轉向一啲意識流嘅表達手法嘅。咁所以啦並唔會有上一集嗰種割裂感啊。而喺角色嘅行為上亦都顯示出佢哋嘅取態對立。咁醫生咧雖然建造咗呢個人骨嘅聖殿啦，睇落係對神明對死亡嘅一種崇拜，咁但係醫生咧實際上咧原來係一個無神論者嚟噶。呢個人骨聖殿咧只係佢對生命終極嘅致敬嘅啫。面對一去不返嘅文明社會啦，同埋無了期嘅末日前景咧，試圖用呢種方式咧去對抗生命啦，同埋文明被遺忘啊。而且背後支撐住佢嘅咧並唔係信仰啊，而係相對理性嘅平靜心境，特別係佢同 Alpha 之間嘅關係啊。佢並冇選擇最簡單直接咁消滅 Alpha 啦，而係選擇咗平靜咁去嘗試理解啊。咁而另一邊嘅 Jimmy 咧，由佢細個遇到嬲嬲病毒爆發嘅時候啦，老豆對信仰嗰種迂腐嘅行為，對家庭置之不理嘅後果啦，就令到佢產生截然不同嘅信仰，以一種暴力破壞毀滅嘅手段咧嚟證明信仰嘅存在。咁而今集令我比較好奇嘅地方咧，亦都係在於呢一點上面啊。因為 Jimmy 雖然口講撒旦為之一切啦，對手下同埋受害者講經咧，都講到言之鑿鑿嘅。咁但係究竟佢係咪真心相信呢件事嘅呢？特別係喺中間啦，有個白卡成員咧就話見到撒旦嘅時候啦。假如 Jimmy 一直都只係講大話，想利用撒旦之說咧令人信服佢嘅話咧，咁其實佢係唔需要真係去揾醫生咧去確認噶。甚至佢自己咧都一度懷疑啦，醫生咧就係撒旦啊，已經去到一種咧真亦假時假成真咁樣嘅地步。而且未去到最後一刻啦，你都唔知佢內心咧係咪真心有呢種信仰喺度嘅。而醫生同 Jimmy 嘅相遇咧，亦都成為咗一個轉捩點。佢哋其中一個用聖殿去試圖證明啦，即使喺文明崩潰毀滅之後啦，人類仍然係值得被記住啦，同埋去理解嘅。呢個係對人類尊嚴嘅最後堅守嚟嘅。而另一個就用佢嘅邪教顯示出人類係會迅速退化為最原始嘅社會形態啊，就係對信仰同埋統治嘅盲目追崇。與其話呢班友真係信撒旦呢，更多嘅可能係掩蓋緊內心嘅不安啦，同埋恐懼嘅。咁最後呢，我會俾呢套白卡聖殿呢 C 啊。咁我覺得今集好唔好睇呢？其實真係在乎觀眾啦對呢班白卡仔嘅投入度嘅啫。如果你本身對呢班白卡黨咧產生唔到一絲嘅興趣咧，咁今集分分鐘係仲差過上一集噶。咁而我自己又覺得啦，其實佢呢兩集28年後講嘅嘢咧，係可以套落任何嘅末日背景度噶。因為同嬲嬲病毒嘅關聯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更加多嘅咧係想表達文明崩潰之後啦，人性所展現出嚟嘅唔同出口啊。咁其實咧就唔需要用28日系列嘅故事背景都得噶。咁所以啦，我覺得啦係有啲浪費 IP 咁嘅感覺嘅。我相信亦都係咁啦，所以亦都造成唔少觀眾咧嘅期望落差噶。咁不過如果佢有下一集呢，我都仍然係會繼續睇嘅，
因為今集最後嗰一段仔呢，配上一個廣為人知啦，大家耳熟能詳嘅配樂呢，係非常吸引到我下集入場噶。咁而且最尾呢段仔呢，我覺得係好睇過成套戲嘅。咁唔知大家又睇咗呢套白卡聖殿未啦？咁啊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咁同埋都睇到呢度啦，就幫手俾翻個 like 啦。咁我每個禮拜呢都會更新短片啦，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等等噶。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記得訂閱埋啦。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下套電影再見。